他是唯一一个敢跟撒旦竖起中指的男人，约翰·康斯坦丁。可即便是如此嚣张，撒旦却依旧对他的灵魂垂涎3指。不过扎康并不想去地狱上，他毕生都在利用物理法术消灭恶魔和邪灵，只为能得到一张好人卡去往天堂。但在阻止撒旦之子降临人间时，他强行向上帝求助，召唤出了早已经黑化的天使加百列。而面对天使的背叛，上帝却选择视而不见。没办法，扎康只能割破手腕，用自己的灵魂做饵引来地狱之手撒旦。对于苦等20多年的诱惑，撒旦明显表现出了癫狂的喜悦。可当他看到加百列手握命运之矛时，又突然收回了刚才的邪笑。他明白是自己的儿子背叛了他，甚至儿子还妄想着逃离地狱。然而自身难保的加百列，此时选择用自己的鸡蛋去碰撒旦的石头。看上去你已经失去了某人的真挚。好的。解决了家务事，撒旦便拖着扎康准备返回地狱，但没走几步就察觉到了不对，他竟逐渐拖不动扎康这个凡人之躯。原来此刻扎康拿到了进入天堂的门票，而上帝当时没有出手，是他老了怕事吗？或者这是撒旦的家务事，就该他去清理门户？还是上帝单纯的就想戏弄一下撒旦呢？可此时的撒旦绝对不能容忍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临别前，他抱住了扎康，双手插入他的内脏反复摩擦，取出导致扎康英年早逝的烟油。即使自己得不到，也不能便宜了上帝。一切过后，扎康再次变回了那个精神小伙，不过他再也不想成为神仙打架间的棋子，于是他成为了精神病院里的唯一正常人。而为了有个良好的睡眠，抹去曾经的记忆，他主动要求医生进行电击治疗。可有些事儿不是你想忘就能够忘记的，最关键的是因为导演不同意啊。治疗无效后，扎康看到大量的小强向同一个方向聚集，好奇心的驱使他也紧随其后。进入荒废的大厅，一个诡异的女人在不停地画着。扎康知道这是地狱恶魔在传递信息，随后因手痒，他决定驱除妖魔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昊天正气，万法归宗，波耶波罗蜜。恶魔消失，显现出刚才女人勾画的图案，上面写着“利弗将死”4个字。扎康觉得事情太过巧合，利弗正是他的好友加斯帕温特斯的女儿。而此时的利弗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路灯异常的闪现，他并没有在意。可就在他倒车准备离开时，倒车雷达发出有障碍物的预警，本能反应他下车去查看，毫无疑问车后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就在他怀疑是雷达出现问题时，一瞬间，周围电力中断，就连汽车也突然失灵。这下利弗才发现事情的诡异，但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会陷入黑暗。正在他疑惑不解时，地面出现裂缝，并迅速地向他靠近。很快，裂缝就延伸到了他的脚下。意识到危险的利弗想跑已经是来不及了。之后，地面坍塌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，而深坑的下面又会是什么样的危险呢？